好，来1661年9月最后一天哈，9月30拜哇，等下过家门。1661年9月30拜五。早起河天，微风对东北风吹来，有一只小胖船对北方行来，由龙眼门入港。前龙车看头前，今仔日早起开始甲要顾着上水的炮台所需要的所有物件拢准备好，以便明仔载明仔暗会当随来顾着架设。顾足架势吼，来顾着架设起来吼，就是要踩做迄个炮台，要踩大炮。中尉 Dave Ward 带领伊属下的士兵枪手，伫今仔日早起去迄间已经拆毁坏去迄个病院呢，对遐用迄寡枪手枪手啦吼，枪手甲据守市场南边的炮台的迄寡西南人拢控制掉咧，互因规工拢毋敢出来操炮射击，这互因伫咧收复迄个有着的支碉堡被拍着的大炮的人，大感平静安慰吼。互你就是你修理大炮的啦吼，因为迄大炮去互人炮着吼。所以你修理大炮，就会感觉较安全吼。就伫咧即当中，阮看见一只阮的船行出阮的世界，可能是要去追踪、去军中追捕昨昏出海的迄寡胖船。今日有一个西南人走来投靠阮，是对税务所的后面所倒来，伊随被审讯，伊所讲的话如下哦。所以今仔日为什么较长就是安尼？伊搁记即个考卷了吼。好，下底是讲的话吼，伊是士兵，伊甲伊的官长的钱一年半的银，就是迄个官长招来一年半的银，跋筊跋出去，看到无法度通行孝吼，用即笔债。而且嘛欠缺粮食，因此就倒来阮这边吼，这就是足标准的，就是你看有什么起义来几个哇，迄有毋是什么起义啊，迄是伫迄边是还是哦，反正都混不下吼，伊伫遐无法度通混不下的，但是这样讲较袂晓讲吼，伫遐无得过嘛吼，只好绕跑吼。因此就倒来阮这边吼，因一组5个人吼，捌去打到经正土地，对遐被调来洽看吼，伫咧今仔日被调来即个市场，伊是伊寡同伴吼，毋敢冒险倒来，国师爷下令，因一定要伫咧市场后面加强合力，对遐射击。有着个支碉堡，甲迄个碉堡要甲炮入去了后，炮规个绑去了后，就要发动因的军队来攻击即个城堡。迄时就会当攻出即个城堡了吼。等下吼，来，即条第二主卡来看嘛。第一个主卡是拄则迄个中尉啦吼，就带个士兵枪手去控制迄个西南人炮手的。即个中尉第一条写讲，伊是1661年就掠城堡中尉，安尼尔。第二条讲，因着要攻击即个城堡吼，咱会看第二条注卡伫遮有一个注卡讲，根据即条啦吼，以及下面10月初伊的日志记载，就是等下过两天吼，等下反动工过一篇吼。即是1661年9月中间，伫
郑成功已经知影，并且下令爱先攻打有地的支碉堡，然后才来攻打梁城堡。但是因前将军3个月到1662年1月25号才执行这个刑法，就是即马算起个3个月主要原因是应该是讲伫咧挺校对新仔再来补给甲援军尤其是挺校再来大炮甲相关人员以及配件规伫咧被忽略的台湾有人犯做被围攻啦还是移误迄个汉语文写伪善迄个伪因为迄个是读做夷吗？夷误迄个汉语我查一下这个贝壳的贝宝贝和贝边仔是台湾的台读做夷就读做夷就是传落去或者是流传所以夷误是爱写这个夷还是写伪善迄个伪呢？我查一下，我真正看无。夷误夷误毋是伪善的围绕落来的伪，我即马讲的毋是夷，毋是人死离的夷误啦是夷是迄个耽误迄个夷误啦我即要查一下迄个汉语，让我帮我写得正确。所以夷误夷误真正是爱读夷，就是爱写夷误我做来讲宝贝边仔一个台这个夷误，你若写做伪善迄个伪呢？789，嘛是有，两个拢会使。教育部的国语词典是用迄个夷误毋是伪误。我看汉典，OK， 我当这无重要啦我拄则读到倒位啊？讲讲到伊郑成功知影讲爱先攻打迄个有地个支碉堡，才拍落来掠下，但是伊3个月啊才执行这项代志规伫被忽略的台湾是被围攻，或者被夷误台湾内底强调讲，郑成功这个想法是盗去盗靠的一个豪放的人，就是一个叛徒去
伫现讲迄边一个荷兰人吼所教出来的吼，教的一部啦吼。Jürgen Wadis van Stucker 应该是之前讲的迄个吧吼，但是根据论文写日记，这个人是12月15号才倒去投靠伫成功哦吼，所以其实人伫成功伊早就知影吼，免人教，免荷兰人教吼。第一来倒靠迄前吼2个外个伫成功都已经有即个想法啦吼。好，咱转来日记遮吼。国西亚拍算要派人去西南沿海要去偷取强夺，因为迄边会当夺取真侪米。为此呢，伊要甲大部分的士兵对楚地派去迄边，伊是安尼听讲吼，就是即个西南人是安尼听讲，国西亚拍算要派人去抢牛嘛吼。赤坎的州族性格非常的歹，会当修成的无到1/10。打到迄边现在拢无士兵吼，所有士兵拢被调来即个围猎者。国西也毋敢信任派去迄边的旁船或者是其他的船只，因为有一寡伊的士兵会对遐逃往西南转去吼。伫南边的村社里已经无士兵了吼，但是伫落山的北边的村社里呢，士兵还阁继续留伫遐，但是因的盔甲甲武器已经拢送转去赤坎吼，可能士兵会煞接转来吼。这个盔甲我是照汉语读啦，但是台语我看有啥物词无吼？无。盔甲吼，但你做书店直接就收盔甲吼，盔甲、甲胄吼、甲胄吼，盔甲，甲是 KH 吼，第4条盔甲。等下等下。士兵继续留伫北方的村社嘛吼，因的盔甲武器啥物吼已经送转来赤坎，但是士兵嘛煞接会转来吼。其他人无人愿意搁再来遮咯吼。做军出航的迄寡旁船是属于生意人的船吼，是商人的船吼，无士兵坐船同齐离开，也无做荷兰人。今仔日因伫即个市镇无用咧做保拿吼，迄寡保拿将会摕去踩伫个市镇后面的外口遐，以便会当伫个较接近的所在来射击迄个碉堡。伫遐现在已经踩3门大型的炮，甲7、8门小型的炮。迄只 Kortenhof 号的炮还阁留伫个迄只船顶，荷药伫个赤坎还阁有真多。伫迄间西南人的病院呢，也藏满一个房间。因伫个打狗一带开垦的农地，袂当种稻啊，只会当种番薯吼。不过呢，因为国姓爷的命令吼，离开迄边，啥物意思？离开迄边咯，因为国姓爷的命令，国吼离开迄边咯，所栽种的番薯啊，只好留伫迄边吼。因为伫咧打狗遐，因为种一寡番薯，但是因为国姓爷命令要转来吼，所以因就只好甲番薯留到遐吼。普罗米西亚日常有真侪士兵死去吼，甚至有侪摆有伫一天内底被死70个、80个或者是90个人，哇，死遮侪人！一天就死70、80个啊，这10天就得要1000个安尼，10天就700、800个啊，甚至900个，哪有遮紧？因此，国姓爷的军力大一个下入落来吼，也有真侪人逃走。讲到下落，我是家己着看汉字直接念吼。我今仔看到迄个鱼仔林咧问讲，伊连在 Facebook 咧问讲吼，这个我因为什么淡江大桥通车嘛吼，所以咧问讲，
你讲的这个丹塔什么协商桥，丹塔协商桥啦吼，台语要怎讲？我怎么翻？我无你怎么翻哦？试我练习看下吼。我等下甲各位讲我安怎翻吼。我等下写恁看。好，咱继续哈。那无袂记啊。OK。大家都有个袂记哦。讲一工破病就死遮侪人吼，因此国际也军力大下落倒来吼，也真侪人逃走。此外，也毋肯听从国士调转来命令的人吼，就是国士也下令转来，结果有爱转来吼。此地真正的灵失，无够耶稣兵食2个月，有人私底下咧议论讲，若是阮甲外面载米前来的路甲切断，因一定会枵死吼。无即个无义工啊，一定会枵死。即个其他人听讲，平日到阮的船只伫咧市林后面的时阵呢，就是9月16号的大江海战吼，之间的社死因10个或者是12个人，或者含3个显要的人吼。有人讲，一旦甲迄个碉堡甲伊拍倒了后呢，应该是讲有着个市碉堡嘛吼，因着要踮咧遐顾着一个炮台来射击即个城堡，对遐会当搁较协逼即个城堡吼，然后着要挥军攻城，挥军攻城啦吼。国士也伫咧处队军队总人数也阁约有7000人吼，7000人10天就死700人诶，阁3个月死了吼。正是希腊人伫咧北边被佛罗摩萨人打败吼。即条是讲进前因即个国士也派兵去北边去，结果伫咧可能是大道王遐，伫咧大道王国遐去互即个原住民的吼，甲因这规个走灭吼，规个走灭去吼，去偌侪人800人哟，转来剩100外人的份吼。讲真正讲，并且讲规个军团只敢若剩700人转来吼。连官员左先锋游走受伤了后嘛死去吼，哇，死伤真是惨重吼。这个市里面的驻军约有1000人，为了一带，为了迄个位啊吼，约有3000人吼。营调迄边伊毋知影，伫坡米社甲附近约有1200人甲1300人吼。我来查看下这油条甲。为了大家知影是什么所在啦吼，你就是迄个塑胶吼，塑胶怎讲？台湾人民城堡顶头迄个塑胶，其实伊含陆地是有一个微微的即个塑胶连过去吼，伊叫做狭路吼，为了油条是伫倒位就毋知啦吼。我来看卖，咱看会当找着吼，可能是在即个油条到底是啥物所在吼？找看卖。提前把你查吼，因为即个你若用这去 Google AI 人会先另外个 AI 帮你测吼。
荷兰时代，我认为我是安尼写吼，荷兰时代台湾附近的油条，这个地名是伫倒位啦吼？荷兰时代17世纪台湾的名城吼，打台南市安平区附近，捌出现名个油条吼。荷兰语是叫做 Scheppenstore 吼，即个地名吼，这是文化资产局官方网站吼。位置的描述，具体区域是伫迄当时热兰遮城外的市镇的区域。这个台湾市镇咱知啦吼，咱知伫倒位吼。伊讲伫咧热兰遮城岛外市镇即个所在吼。差不多是即嘛台南市安平区热兰遮城古迹四所啦吼。你若知影即嘛，你若知影讲热兰遮城岛伫倒位吼，你应该是东吧吼，东一早仔尔吼，一早仔路尔吼。具体是伫就是东一早仔路就是市镇啦吼，但是吼油条伫倒咱继续看吼。具体是伫咧迄当阵城堡东边或者是北边的山丘的北边地上吼，所以还未到市镇的款吼，油条嘛吼，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伫热兰遮城外进行贸易，或者是徛街甲建设的延伸的区域吼。地理环境，当时台湾是一个线洲吼，线洲油条是伫即个线洲的北端吼，北边甲中端的即个区域吼，临近台湾港，台湾港湾是山地地形吼。以上是财团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会吼。另外是文化资产局官方网站讲，即个地名记伫台湾港市吼鸟瞰图吼，这里看我看下，那个读看就是看吼，看就是目睭金金吼，偷看，咧看吼，咧看就是迄个头啦吼。毋是额头，是额头咧看吼，叫做看吼，看啦吼，台语叫看。对只，你 AI 你看即个油条伫倒位吼？讲即个地名记忆台湾港市鸟瞰岛吼，由荷兰米德堡伫有时博物馆一个馆藏吼，顶的历史地图吼，会当看即地名，和当时的台湾市镇一并被标记吼，反映当时荷兰人在此进行生活吼，放牧或者是相关建设的场景吼，台湾港市鸟瞰图来看嘛，看会着，知着即张图袂？OK， 即个伊去要有收即个，甚至有700个哇，这水个哇，真正足水的，有了实在足水的。你若有机会，你若会当看我即嘛分享即个画面，哇，真正足水的，然后哇，这张图真水，哇！我觉得今年早拢看袂到遮尔水的图啊！哇，非常的水吼。方向是安怎呢？方向是即摆你看过即个方向是东边吼，毋是，南边是南边吼，这是南边，所以你脚脚片后壁这就是北边吼，倒手边这是西边吼，应该是南边
歹势我搁查一个记，因为这电脑无飘迄个方向，煞袂记。台湾市定，台湾市定图片，找一张有。拢无，有飘风位是伫倒位呢？这顶有飘风位吼。这个五方的文学殿堂小说有览，有着就是条本修剪吼，有兴趣再家己去看吼。即卖因为诚侪人对荷兰时代有兴趣吼，看诶创作小说吼。所以这边是北边，这边南边吼，无毋对，我讲的是对吼。就是都是迄张图遮吼，这边北边，这边南边嘛吼，所以就是你正对，你即个目睭看即个角度是南边吼，你会较只偏是即个北边吼，所以当然市定是伫咧西边迄边吼。即嘛，即个有影，即有徛几个人，即就是伊个叫做北山帽吼。毋是，这毋是北山帽。对，这是北山帽，这是南港道。北山帽顶头这才是龙眼门港道吼。油条伫倒，毋知啦吼。但是因为咱即张图片啊，即个看到迄个现场哦，吊人的即个现场。鼻音是伫倒位呢？我看卖。迄张图片当放大。我记有写讲即个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好啦，就即个什么鸟瞰图吼。台湾市定什么？台湾鸟瞰图啦吼！哇，这张足水的，我要甲登录落来。OK， 大家倒位啊？大家即只遮讲。讲即个，但是嘛是讲毋知油条是到底是伫倒位啦吼。我拄仔阁看到其他，你就想要看，结果袂记诶。这小说啊，就我这个 copy 出来。我甲bookmark好了。bookmark， 我怎么 note？ 其实是伫
对这个 Apple 电脑无开始，就还没用哦。Note。过来。就要看这边。哇，这张偌水！这张水，但是这看起来敢若很OK。油条吼，为了当然咱知影是倒位啦吼，拄则迄张图吼。为了就是这九位啊啦吼。来，咱倒来第二只吼，哇，明明9点半吼。讲这个市场做过约了1000人，为了迄甲位约了3000人，油条迄边伊无清楚吼。伫咧坡面下甲附近约了1200到1300人吼，下底注卡第3条看觅啊。讲这个人数，互咱文本写做12000到13000人，应该是不够啦吼，因为无遮多吼。尾爷今仔日上午坐船去赤坎来回吼。荷兰人现在伊伫咧赤坎无看到，迄长句头怪怪，才看无你写啥吼。但是讲现在伊伫咧赤坎无看到荷兰人，吼，但是14天前伊捌看过规个荷兰人吼。4-5天前伊有听过讲地方官将会被送去希腊，大概是要对遐被送去巴达维亚吼。伫顶一厝的迄条舰也吼，因活了荷兰人，抑阁有3个人活的。赤坎完全无即个菜大炮吼。有人讲，伫台湾的士兵一个月领3-4斗米吼，一个月领着3-4斗米。伫赤坎无领着3斗，但是伊无相信吼，伊认为讲因领袂到即个数量的一半，因还阁杀真侪牛来食吼，但是钱就领无啊吼。有2只小胖船约了伫今仔日中昼，约了伫中昼对，迄个考经甲遮无啊吼，结束吼。过来是日子吼，讲有2只小胖船今仔约了伫中昼对赤坎航往龙椅门。阮迄只名港船也对停伫即个港外迄个南边的停船处的迄寡船只转来遮。较落尾呢，迄只大胖船。电路就把所以对遐转来遮吼，再转来一寡即个城堡所急需的物件，并且甲落来。下晡叫下好要由尊贵的哈图尔带领前往龟兰甲淡水的迄寡船只启程出航。即寡船仍然还阁看会到。迄时开始咧落雨，但是落雨了以前无偌久，阮就看见数量真侪、真无寻常的椅仔伫咧即个城堡的天空伫天顶咧飞来飞去啊吼！今仔日啊，即个市场发现了数化的即个流弹，要顾着迄个炮台所需要配件，全部拢准备好，摕出城堡去。现在派80个人出去，要伫咧阴暗趁着即个暗摸摸的即个暗暝啊吼，开始甲迄寡配件吼，甲伊组装起来。
今仔日有个有真侪新仔人对赤坎来即个市场吼。暗时9点的时阵，长官阁下互迄寡来投靠的新仔人，伫因的主动的提议之下，对要成根领导因伫即个市场即个谈判吼，就是友军吼，对因的友军吼，对新仔军吼，如此来显化讲，这就是迄个叫做新建的也显化吼，新战喊话吼。新建显化吼，恁即寡新仔兵为何无爱来食？阮遮有好物件吼，有好食的，有恁的吼，穿的吼，拢丰丰富富。你看这400年来拢相款哦。较早个金门嘛是安尼看吼，有诶阮遮这丰丰富富吼，应有尽有啦吼。而恁迄边咧，伫迄边咧一定会夭死吼。长官有答应讲，若是阮想要转去阮的国家，伊会用伊的船来送阮转去。阮无爱来，互人这边真是讲啦吼，因为爱会牵制因的力量。这啥意思？恁是无可能吼，就是恁袂牵制因的这个力量啦吼，因的武力啦，恁袂牵制啦吼。恁当中若是有人带着即个马本毒吼，就是即个马牙会踢下来吼，就是伫咧即个市场周围各式即个种类吼。恁若有人炸着即个马本毒会踢下来咧，长官将会互伊终身负入吼。抑搁较侪诸如此类的即个显化吼，对此呢，因对即个市场话讲，恁即寡狗，阮听着也会甲恁，也会搁甲恁掠着吼，恁竟然陪伴恁的主人吼，可恶走去即个敌人迄边，抑搁踮遐即个挑拨离间吼，但是迄是无路用的，恁一定会遭受到报复等等。其实我咧读的时候，我一直咧想讲，即寡叛徒吼，到时阵，互人啊，大人因的下场一定足凄惨的吼。当然咱是即个对即个专业者的角度来看啦吼，因为当然拢无可能知影吼，无那刚走。这个初一拜六。我那一篇长长我看今仔日跟这篇同样差不多啊哈。早起好天，微风对东南风吹来，有一只敌人的庞船对海上就是龙眼门来入港。三队呢有4只敌人的庞船对赤坎航往龙眼门。看到阮沿岸伫迄个碉堡边仔所固定的炮台，真紧就做好啊。中国月27号，为着要去治军的军队呢去侦探消息离开厝地迄个农夫，今仔日早起对即个市场转来即个城堡，为阮早来消息如下吼。为什么会对路灯阁是即个人所找到的消息吼？咱来看吼。伊这样子第一条注开来看卖啊，即个农夫的注开好像是文件偏无尔安尼吼。伊安尼讲吼，伊讲做军离去的迄个新仔人农夫叫做赛特吼，今仔日上午转来到厝地吼，这是用记的啦吼。伊讲伊离开厝地了后，前往第2渔场吼，对遐游泳吼去赤坎吼，伊用游水哦，想去赤坎吼，所以第2渔场。是会到吼，就是等于是伫咧大江内海即边吼，毋是伫咧台湾海峡迄边吼。迄暗就留伫咧迄个河边，过当日的暗时啊，就前往普米西亚吼去探听消息。对遐转去伊的厝，过当日伊搁再去普米西亚。第4天伊拍算要转来遮吼，转来台湾遮，但是连续2天咯，因为周围严密吼，被阻挡无法度转来。
伫赤坎的演化，伊已经被迄寡周围用字所写，因此呢，伊现在必须要选择另外一条路转来处理，就是经由即个市镇转来，伊是昨日中昼来到即个市镇，伫遐一直留到早暗吼。赤坎四周一两海里的即个裤仔内吼，一两海里裤仔即个衣裤仔内，赤坎吼。约咧有1000个士兵驻守吼，伫遐有人甲伊讲，若是讲即个围攻爱阁要继续落去吼，因为欠缺粮食，而不得不起来反抗国士爷。伫咧月6吼，伫咧油条和处理即个市镇，拢驻人数大约差不多相像的士兵，就是差不多拢1000人吼。荷兰人甲利林的福尔摩沙人对派驻遐的约了500人的士兵表现万分的态度。前几天对处地出航的迄寡胖船是再腾出去的吼，也再有一寡富人人，包括着国姓爷第二个某，伊的第一个某留伫咧西南遐，因此呢，伊家己的士兵认为讲，伊家己真有可能嘛要逃走。迄寡胖船也甲所有显要的荷兰人，像商务员、牧师等等，以及富人人甲囡仔当作拢再走。电官也捌被送入去迄寡胖船里，但是又搁被拖出来，去留倒咧普米西亚。有谣传讲，两个塔坦人迄边显要的官吏，吼，这两人是对国姓爷迄边逃走去投往塔坦人的吼。这是伫写啥？谣传讲有个官吏啦，吼，是塔坦人迄边显要的官吏吼。而且这两个人阁是国姓爷这边逃走逃去吼，已经准备要带领强大的军队要来攻打厦门吼。国姓爷家己完全清静留当咧即个普米西亚，啥物代志拢无做，即个命令福尔摩沙人当咧迄间即个新仔人的庇院边啊，用竹啊起一间大厝吼，伫咧赤坎完全无采大炮，即个一门重的铁炮吼，放伫海边的土地上，迄只。科田夫霍夫号呢，暗时啊派人严密看守吼，迄寡炮火阁留伫船顶，因为惊讲阮会去攻击迄只船。派去人边军队建造的迄约了1000人吼，后面调动的时阵只敢若200人转来，其余的拢死去啊吼。而转来迄寡人全部拢随着甲连行路吼拢。步履蹒跚啦，吼，这边来翻译哈。不要翻译就直接空出杯了哈。步履copy paste。驴读做利吼，保利保链哦，保链的吼，哎呀，保链的这甘米链是保链吼，就是用这个布里兰山保链吼，布里兰山保链吼，直链就是行路的意思吼，这个驴就是行路的意思啦吼，你嘛是当讲是话啊嘛吼，利就是话啊，链就是行路啦吼。哦，刚才是南山，excuse me， 南山这个书呢，大理都是都无，龟色嘛无，另外扯台语。对应中文蛮山平吼，平
stagger， 脚步蹒跚叫做卡达达，探就一条，探吼，卡达达探，达探。或者是电吼，猫脑这是猫脑的吼，电来电去吼。好，空线吼，空线吼，空线有诶。拜一个吼，行路袂知啦吼，空险吼，好，讲1000个人去建造200个人转来，400-800个吼，转来200个人全部衰弱吼，行路空险吼，等吼。普鲁士有真侪人破病吼，即寡病人大部分人必须要留等咧迄个市镇的厝的头前或者是后壁吼，日常拢有真侪人死去。第二个农作物就是猪仔吼，发了无好，特别是即个旱田吼，这个旱我阁袂记啊，歹势吼，我阁来查一下旱啊。花吼，科花旱蛙吼，我读讲科花关系吼，蛙旱田吼，农地里的农作物就是即个猪仔吼，发了无好吼，尤其是迄个蛙田吼，旱田啊吼。一亩根就是一架地吼，一亩根的地有价敢若会当收成6袋，毋过水田发了阁袂歹吼，特别是伫个较悬的所在水田，若是无被强烈的北风来挥扫个吼，一亩根的地应该会当收成50袋到60袋吼，差1比10啊吼。收成歹个敢6袋尔吼，收成好60袋吼。但是伫个较地厝的其他的水田，像即个沼泽地吼，拢已经伫水浸歹去吼。沼泽地是要安怎讲？直接查台语啦。烂堆吼，这就是沼泽吼，沼泽是直接读音啦吼，烂堆吼，沼泽，烂啊。政治吼，伊认为讲应该让收到去年收成量的1/3，其他由国姓人士编伫迄寡村社附近经种的土产地无种出会当收成的农作物，伊认为讲全部农地所生产的农作物，也将袂当供应超过2个月的需要。对此地出行的旁船，拢方面爱载米转来。当9月16号，阮迄寡船只伫咧市镇后面咧射击的时阵，约有50个人被射死，包括一个较低阶的
官员或者是指挥官，伫市场后面插有3门炮。伫即个市场北边海的所在，插有2门大炮。听讲，因对赤坎载1000粒炮弹甲40桶的荷叶来即个市场咯，以便用3门大炮持续炮轰迄个碉堡。伫攻打迄个碉堡了后呢，甲迄个碉堡拍落来了后，因就会当咧遐固着一个炮台来炮轰即个城堡，逼即个城堡投降。现在因伫即个市场呢，一直无用咧撇即个边做保拿，要用来伫咧因的炮台头前固着相同的保拿，相同的拿宝。有一部分的保拿呢，就会放伫咧即个市场里，因为第有对即个城堡发射的炮弹第有敌控敌有。昨昏倒来投靠的迄个新仔人是伫咧担任警卫的时阵困去，因为惊被处死，才倒来遮倒靠的另外佫一个2天前有一只舢板伫咧台湾甲普罗米夏中间平顺，因此有15个新仔人淹水死去。伊想讲，即寡人的尸体伫咧昨昏或者是昨日已经经由处队漂流出去啊。有5人会对迄寡小船被掠来罗峰的人呢，及9月16号台江海节的时阵被活掠的荷兰人其中有几啊被斩首因为头壳伫咧6-7天前被摕来即个市场即个高举起来挂伫吊起来然后见死的人的头壳被摕来遮来挂起来南方不再有其他人驻牢伫遐南方的村下居民也袂当出去拍蜡。第二条，即个居民家会对住卡讲是一般是原指台湾的原住民但是伫咧即遮呢，有可能是特别是指赤坎一带的即个原住民会当出去拍蜡，现在即个人有新仔的士兵才会当出去拍蜡，因每个月2天早着坚持甲射击武器出去拍蜡讲着坚持我想着我拄则问讲即个丹塔协商桥各位安怎反应？无人问咯，来，我写我安怎反高基起经桥啦我甲汉字写出来371桥即个剑嘛讲早着坚持，甲个射击武器出去拍啦。剑，我即个人叫剑，迄个剑就是弓箭迄个弓嘛就是剑那鞋章就是剑嘛，章就是剑嘛。因为是起的嘛，粗的我是起啦，反正起啊好啦，继续啦你若介意即种
我英文你就摕去用吼，37637步就对了吼。讲起嘛是吼37步吼。好啊，剩2分钟我读袂了尾啦吼。会使来个读了吼。阮的荷兰人士兵会对个注脚第3条，讲是指普罗米夏城堡导航的时阵，正做地形讲即个活了啊，即款荷兰士兵啦吼，就是普罗米夏迄边导航的荷兰士兵啦吼。根据伊听讲的吼，讲即款荷兰士兵现在还佫分散伫北方迄寡村城里的即个希腊士兵当中吼。伊对此地去到赤港迄一天吼，佫有看见菲利普梅西吼，菲利普梅是啥物人啊？河边住伫个普罗米夏吼，完全无受到国西亚一个听信吼，就是国西亚已经无重用伊啦吼。米价也是1号吨70仙，1号吨70仙。你知即个美国即个油价吼，我即个油价我即个算1里达吼，1里达4块半美金吼，1里达是几公升？我嘛毋知，我不晓算吼，我讲诶，我算一下吼，用我算。我一时仔才袂记即个是1里达是公制啊英制。我这是1加仑啊，我是变啥啊？1加仑吼，1加仑，1加仑，差不多是3.78里达吼，所以3.7倍吼。我即个是差不多算3块半美金吼，除以分做3.7倍吼，分做3.7倍减以吼，乘30减以1里达1公升27块，差28块啦吼。我毋知台湾即偌济，台湾一定较贵啦，我知影台湾较贵吼。但是我这家嘛已经无俗啊吼。咱讲伫遮啦吼。讲米价吼，1号吨70仙，加上真侪人饿死吼，抑佫有更侪人会饿死。现在抑佫只是小规模的即个饥荒尔吼。真紧就佫较大规模的饥荒，因此咧，因已经处于一种无倒落来、无放弃袂使的状况啦吼。伊听讲国西亚已经甲所有发伫咧产业要收挂、要收成的即个签约已经收归己有吼。买爷的某咧，复数吼，加 S 吼，几个某吼。国西亚甲因吼，甲买来某送去住伫咧迄座小山迄边，甲因留踮咧遐，和买爷远离吼来做连接吼，用来确保即个买爷对伊的服从甲忠诚吼。迄个相信讲用1000粒炮弹甲40桶火药，就甲碉堡拍倒的即个官员，甘愿被斩首吼。若是安尼，也袂当拍倒即个碉堡啦吼，就是算咧就抓就对啦，一定拍得倒吼。
日常伫咧国姓啊身躯比你行重的人吼，有人私底下咧讲，伊会真紧就转去死嘛。会互别人伫厝内做统帅指挥军队，如果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可能真做安尼的统帅，所以国姓啊就甲所有的签务拢收做家己所有，因此呢，因就放任农地趴远，无爱去经营吼。甘蔗产业到倒拢无来过吼。敌人看到阮早顾到了一个炮台，也看到讲即个炮台将对因有相当的阻碍，所以伊开始对因的市场后面的炮台，正对面的迄个碉堡来射击。射死迄个碉堡顶一个无小心的人。迄时阮又搁派一队士兵去迄个医院的后面，要像昨昏安尼用步枪来射击因，互因安静落来，互因立起来袂当发炮。但是迄寡士兵去遐以后无偌久，阮就看见又搁一望即个沿路啦，沿路吼，又搁大又搁黑沿路吼，对迄个市场边啊吼串起来，迄个沿路愈来愈大，后来扩延到即个医院边啊。无聊伊，迄是敌人想要用来甲阮烧死阮迄寡士兵，但是呢，感谢上帝，阮拢无人受到任何的伤害。要学阮过人甲淡水的迄寡船只，阮看见还阁伫咧西远远的海上，也看到因发炮2遍。今仔日阮迄个炮台已经顾着甲采起2发射18磅炮弹的铁炮，因暗着要用即寡炮来发射3发炮弹。好，10月读到遮吼，时间超过4分钟。好，感谢各位，我要来归档咯吼。歹势我来，我讲咩啊？马云写讲，Philip May 吼是作家读书笔记，地心是如何将变做地成功的，是内面有小解即个 Philip May 款吼，签名书啦吼。对啦，我嘛感觉这名熟悉啦吼，敢若捌读过吼。好 ，OK， 今日读到遮吼，感谢我要归档。